廣東話教室，細仔望過年，老人怕過年。細仔即係指小朋友，小朋友咧都希望過新年嘅喎，唔知你哋係咪呢？相反，老人家咧就好怕過年喎，因為過年咧代表老人家有老一歲啦。小孩子咧特別期盼放假嘅，尤其是係過年啦，因為過年呢，除咗有新氣象啦，有新衫、新鞋、新襪，同大家一齊玩，又可以逗利是喎，利用利是嘅錢呢買自己心愛嘅玩具，又可以呢，因為放假呢，奉旨好夜瞓啦，到親朋戚友屋企呢，又可以拜年玩足成日，因此呢，對於小朋友嚟講呢，過年一定係好開心噶啦，所以呢，呢一句講到小孩呢都望過年。相反，老人家呢就唔同啦，新年呢意味住自己老一歲啦。對於嗰啲呢唔經常同子女見面嘅老人家嚟講呢，可能呢過年能夠見到子女呢，亦都係一件好事。但係意味住呢，見得一年得一年喎。老人家呢唔一定會將呢啲感覺呢講出嚟㗎，可能呢係埋藏喺心底裏。因此呢，有咗老人家怕過年嘅講法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按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